有啲人你好難用一個詞去形容佢，你會話佢好擰，但又唔剪係碎；你會話佢好美，但係嗰種美又唔係單純嘅女性化，佢可以好男人，同時又柔美得讓人無法移開視線。呢一種矛盾喺同一個人身上出現，唔係衝突，而係一種極致嘅和諧。呢個人就係張國榮。大家好，歡迎嚟到 Simplife HK Channel。如果只從外表睇，張國榮嘅美其實唔符合傳統男性標準，唔係粗獷，唔係壓迫感，而係精緻、克制，甚至帶點脆弱。佢嘅五官乾淨，但不鋒利；佢嘅氣質優雅，但係不疏離。更重要嘅係佢嘅身體語言。喺舞台上，佢可以着高踭鞋，可以用極其柔軟嘅動作去表達情緒，但你唔會覺得違和，因為嗰既唔係模仿女性，而係一種自然流動嘅狀態。佢嘅美不依附性別。好多人會用一個詞形容佢中性，但其實中性呢個詞太表面啦，因為中性聽起上嚟兩邊都唔屬於，但喺張國榮身上發生嘅啱好相反。佢唔係冇性別特質，而係同時擁有甚至放大咗兩種極端。呢種狀態更準確嘅講法係雌雄同體，唔係模糊，唔係折中，更唔係介於中間，而係兩種能量喺同一個人身上同時成立。陽剛代表嘅係界線、控制、力量、存在感，係一種我喺呢度嘅確定性；而陰柔代表嘅係流動、感受、細膩、連結，係一種我能感受到嘅開放性。大多數人會選擇其中一種，或者話被社會引導只能成為其中一種。但係張國榮唔係咁，佢可以喺舞台上用極強嘅掌控力，俾所有嘅目光集中喺佢身上，同時佢又可以用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釋放出極其柔軟甚至脆弱嘅情緒。呢兩種特質喺佢身上唔係切換，而係同時存在。呢個亦都係點解你喺睇佢嘅時候會產生一種好難解釋嘅吸引力，因為你嘅大腦習慣將人分類，但佢讓呢個分類失效。你無法只用男人去理解佢，亦都無法用女人去定義佢。佢存在嘅方式本身就超越咗呢個框架，所以佢嘅魅力唔只係外表，而係一種當兩種相反特質喺同一個人身上達到平衡時所產生嘅張力。呢一種張力就係極致嘅美。喺心理學裏，榮格提出一個好重要嘅概念：每一個人內在都存在一個相反性別嘅自己。男性內在嘅女性面叫做阿尼瑪 （Anima）， 女性內在嘅男性面叫做阿尼姆斯 （Animus）。但問題係，大多數人會壓抑佢。男人從小被教育要理性、要強、要有控制力，唔能夠太情緒化，唔能夠太敏感，唔能夠脆弱。於是情感、依附、柔軟呢啲本來存在嘅部分被慢慢壓落去，而女人則被教育成另一種樣，要溫柔，要體貼，要被喜歡，唔好太強勢，唔好太有攻擊性，唔好太似男人。於是決斷、野心、主導性呢啲屬於阿尼姆斯嘅力量亦都被壓抑，結果就係男人失去咗感受嘅能力，女人失去咗行動嘅力量，只活出咗一半嘅自己，兩者都不完整。我哋唔係冇，只係從來冇被允許成為假樣嘅人。而張國榮嘅不同在於佢冇選擇壓抑，佢允許自己嘅阿尼瑪存在，甚至表達。所以你睇到嘅唔係一個變得似女人嘅男人，而係一個完整嘅人。佢唔係喺度扮演，佢係喺度呈現呢一種雌雄同體嘅狀態，唔止存在於佢本人，亦都深深滲透喺佢嘅角色之中。喺《霸王別姬》，程蝶衣係陰柔嘅極致，佢對情感嘅依附，對關係嘅執念，細膩到幾乎讓人窒息。嗰種脆弱與深情，唔係模仿，而係一種完全打開嘅狀態。但如果你以為佢只擅長呢一面，咁就錯啦。喺《阿飛正傳》，佢變成另一種極端，冷漠、自戀、疏離，帶住一種難以靠近嘅距離感。呢個係完全相反嘅能量，控制、抽離、主導。而到仲家有喜事，你會睇到第三種面向，輕盈、誇張，甚至帶點戲謔嘅性別表演。佢可以喺喜劇中自然地游走於陰柔與陽剛之間，而唔顯得刻意。
觀眾會笑，但係嗰種笑唔係嘲笑，而係一種對佢自在狀態嘅接受。再到春光乍泄，佢嘅情感又翻到另一種真實，唔再係舞台上嘅張力，而係關係中嘅脆弱與拉扯，愛、依附、逃避、渴望，全部同時存在。呢啲角色睇起嚟完全唔同，但其實佢哋有一個共通點，都嚟自同一個人，一個冇將自己限制喺單一面向嘅人。大多數演員係切換角色，但係張國榮更似係將自己唔同嘅部分喺唔同作品中完整咁釋放出嚟。所以你睇到嘅唔只係演技，而係一個人如何承載並展現多種極端嘅可能性。做電影嘅，你做情敵俾我睇下，或者你做其他一啲角色係做爛仔俾我睇啊！你做三級片唔猥瑣啊！對班藝術，你有冇呢個 sincerity？ 你有冇呢個誠意？人哋一睇就知嘅，你呃唔到人。如果話電影角色係佢唔同面向嘅延伸，咁喺現實嘅舞台上，張國榮就係把呢種雌雄同體推到最直接、最赤裸嘅狀態。喺2000年熱情演唱會中，佢不再依附任何角色，而係以自己嘅身份將呢一種融合徹底展現。長髮及腰隨風飄動，時而披散，時而盤起。身上舞台服嘅設計貼身、七兩、露背、深 V， 帶住強烈嘅性別暗示，但同時佢又保留咗非常鮮明嘅男性特質。唇上嘅短枝、結實嘅身體線條，仲有嗰把低沉穩定嘅聲線。呢個唔係單純嘅造型突破，而係一種同時承載兩種性別語言嘅存在方式。喺今日，我哋早已習慣 K-pop 嘅花美男形象，眼線、長髮，甚至女裝。但喺2000年嘅香港，咁樣嘅呈現係極具挑戰性嘅，甚至引嚟大量批評與唔理解。但佢冇退下，因為佢從來唔係喺度迎合。佢曾經講過，一個藝人做到嬌、型、靚、串，男亦得，女亦得，先算成功。而呢一場演唱會正正證明咗呢一點。佢唔係模糊性別，而係話俾所有人，性別本來就唔應該係界線。所以我就話我點解我而家可以話喺個舞台上邊我可以玩我着高踭鞋或者乜嘢，可能有啲人都覺得我話搏出位或者乜嘢，你做咯，你做唔做到？男女不分喺舞台上邊2個半鐘頭啫，你做啊！但係其實張國榮帶嚟嘅衝擊，從來唔止係美學上嘅，而係現實層面嘅不適。如果有一個人中意我，我亦同樣地喜歡對方嘅話，係男係女並唔重要。喺嗰個年代，當張國榮公開與男性嘅關係時社會嘅反應並唔浪漫，好多人開始質疑佢，甚至否定佢。特別係一啲男性觀眾，佢哋原本欣賞佢嘅魅力，但當呢層性別與取向被打破之後，嗰種欣賞瞬間變成抗拒。唔係因為佢變咗，而係因為佢唔再符合男人應該嘅樣。於是人開始不安，因為如果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陽光與陰柔，咁我哋一直以嚟堅持嘅界線又算咩嘢？呢種不安好多時候會轉化成排斥，但好少人會承認嗰種排斥其實唔係針對佢，而係針對自己內在嗰一部分從未被允許嘅存在。我哋從小被教導乜嘢係正確嘅，乜嘢係可以被接受嘅。久而久之，我哋開始壓抑情感，壓抑脆弱，壓抑嗰啲唔夠好似自己性別嘅部分。但係張國榮冇，甚至取名為 Leslie， 而只因個名足夠中性，男也可以，女也可以。佢選擇咗一條更難嘅路，唔係迎合世界，而係忠於自己。即使被誤解，即使被標籤，佢仍然企喺嗰度，完整咁成為自己。男又好，女又好，我淨係知道我中意你。榮格曾經認為，一個人真正嘅成長唔係變得更強或者更成功，而係變得更完整。唔係選擇成為某一種人，而係整合所有你本來就係嘅部分。我哋活喺呢個世界上，總會被各種標籤定義，性別、身份、角色、期待。我哋習慣去迎合，
去成為別人眼中應該成為嘅人。但真正嘅自由從來未被認可，而係你終於唔需要再被定義。人活着唔應該被性別或者係世俗所局限。真正嘅自我唔需要被分類，亦唔需要被允許。活出自己本身就係一種最高嘅體現。而張國榮嘅存在提醒咗我哋一件事：你唔需要成為任何人期待嘅樣子，你只需要揾到自己，然後完整咁活出嚟。